真的罗志祥陪你去吗？因为他本身是老板，所以他会到那边，然后盯场啊，然后他是你的老板是不是？对，他是我的老板。最近有没有心情很不好？不会啊，因为你老板跟别的女生在一起。不会。蝴蝶姐姐凯乐去年4月被丈亲爆料与她前男友小猪有不正当男女关系，事后她公开道歉，等同默认了此事。而小猪跟凯乐的形象与事业也因此句句一去不复返。干嘛？最近比较不忙，意思说怎样？做我们在做这个。这事隔1年多，小猪积极转当 YouTuber， 不过订阅人数只有6.68万，影片最高的观看次数虽然有58万，但仅限第一支，平均值也只有10来万。我要写个惨字。而凯乐呢，持续声音 ING。过去的事就过去吧。我是真的很开心。有媒体报道，凯乐已悄悄嫁给医师男友，升格当人妻，而剧中的牵线人正是小蜜桃朱安宇。被酸民骂有什么感觉？自劈腿事件后，医师男友和家人一直陪伴在她身旁，不离不弃。凯乐因此点头下嫁，婚后婆家也希望她别再抛头露面，等同要她退出演艺圈。看看凯乐的脸书就知道，最后一则贴文停留在去年4月10号，另外 IG 贴文停留在去年9月，悼念好友小鬼，至今未再发生。对此 ，Now News 今日新闻致电凯乐经纪人，他表示并不清楚凯乐结婚一事。